再来看三联堡立委的选情，这个三联堡立委补选拜六就要投票，国民党的陈世伟早起找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来徛台，暗时会请到这个韩冰到夜市啊去催票。啊，民进党这个余天两个查某囝透早就替老爸伫捷运站甲市场咧拜票，买比人气。 就我立委补选就要投票啊！民进党三重立委候选人余天的两个查囝一透早就来帮爸爸拜票。余天第一场拜票行程临时快速，只有查囝先上阵。原来是查囝爱爸爸都休息，第二场有才来一个大合体。觉得女儿哪边银行摊丁？他们比较窝心。没有，我刚说我们比较3-8。对的。 另外一头国民党三重立委候选人陈世伟是请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来陪同拜票，暗时嘛找来韩冰甲张万安做伙到夜市催票。同一天，陈世伟甲余天拢找来国民女儿甲台湾女儿拼人气，拜六就要投票啊！选情之后嘛拼定势。游院长会来，然后我们苏院长会来，然后小英总统会来。张立善县长说他要亲自北上，然后卢秀燕市长也在考虑也要来四维的场子。选情之下，高雄市长韩国瑜嘛有可能会上北来徛台，若是无法度来，伊的夫人李嘉芬会代替。选情到最后，各个阵营拢出动大咖，或者是人气王，大家拢出来催选票。